開閘嘅時候啦，見到呢個森林王子啊，然後咧就係有呢個太陽里啊，然後先至百勝威搶翻上嚟，跟住有萬事勝，然後外檔亦都有呢個榮進山山啊，最後少少咧就係呢個普世東來，然後就係盧蘇喺外檔啊，跟住咧先至有啊呢個洛西羅古啦，咁啊最後啲咧就係呢個原居民啊，然後先至有保護者，然後就係有呢個最後啲啊綠寶啦，因為玉寶啦，然後先至係呢個沙比奧啊，包尾一對馬就係聖捷同埋馬神咁樣，第一次過終於由榮進山山個檔切埋咧，接邊咗成個幾馬位㗎，跟住咧就係有啊呢個係百勝威啊守住啦，同埋呢個森林王子啊守住2、3米，最後少少先至盧蘇已經係上到嚟第4咯喎。跟住咧先至有呢個太陽里啊，最後嘅馬咧先至有普世東來啦，然後就係萬事勝啊，然後洛西羅古啊原居民，最後啲見到有保護者，然後就係玉寶啊呢個沙比奧喺尾3個位置，包尾依然係聖捷啦同埋馬神嘅。而家去跑完馬房灣去到對面直路嘅時候啦，見到啦次序都冇咩變化嘅，然後呢個榮進山山仲喺前邊咧，且放且留咧，已經係貼咗欄，始終要1個馬位嘅。呢隻森林王子係守住喺第2位，跟住百勝威喺第3啊，最後多少咧就係太陽里，然後就係呢個盧蘇啦。跟住咧先至有呢個普世東來啦，然後埋欄咧仲有萬事勝嘅，最後多少就係洛西羅古。而家外檔嘅原居民咧同埋保護者啊開始發力，最後啲馬見翻玉寶，然後就係有呢個沙比奧啊包尾一對馬，依然係聖捷同埋呢個馬神嘅。而家差唔多跑完對面直路嘅時候啦，仍然係榮進山山喺前面啦，且放且留咧，只有個零馬位嘅。而家見到啊外檔嘅百勝威已經開始發力啊，已經係進佔第2位㗎啦。森林王子啊仲喺第3位啊，跟住有太陽里喺埋欄上，然後普世東來亦都開始發力啊。最後多次見到啦呢個。又少咗啲洛西羅古啊，拍住埋邊仲有盧蘇仲喺咧留住嚟跑嘅，跟住先至有呢個原居民亦都開始發力㗎啦。最後嘅馬咧見到成堆啊萬事勝啊，然後一隻大外檔保護者啊，呢個馬神同埋呢個沙比奧並出大外檔嘅，一注入直路嘅時候，百勝威已經係帶咗出嚟㗎啦。跟住有呢個普世東來啊，同埋洛西羅古亦都上，然後埋嚟有太陽里上，咁啊馬群都仲有呢個盧蘇啊揾緊位出大外檔，仲有馬神啊呢啲原居民衝緊上嚟㗎。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啦，見到啊呢個太陽里喺埋欄啊。中檔仲有呢個普世東來啊，然後中間仲有百勝威啊，大外檔咧亦都有啊呢個原居民啊同埋馬神啊咁樣嘅。去到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啦，普世東來佔領少少，而家盧蘇幾個箭路衝緊上嚟，直逼呢個普世東來過中間，盧蘇第1，普世東來跑到第2，第3名就係太陽里啊。個原居民咧都喺我拼搏得相當激烈嘅，可以話。都係呢啲英國馬犀利啲喎嚇。睇個直路鏡頭啦，嗱中檔嘅普世東來咧就已經係帶咗出嚟㗎，而家先見到盧蘇啦喺洛西羅古啊同埋普世東來咧中間嗰度咧輕輕一腳咧，啱啱望空咗終點前，哇近能殺手揀出啦，右手打正手邊一反手，追下近啲，追下近啲，啱啱衝到上嚟，結果盧蘇攞普世東來咁3、4名咧都係結果咧就係由呢個14號嘅太陽里跑過第3。佢嘛1-3單 Q， 我都提咗大家，真係識馬就識馬啊！大滿 Q 最後斬就係1-3啊！我哋2隻馬咧，萬事勝同埋原居民喺外邊太開啦，百勝威冇辦法，級數唔夠。馬佳士已經跑到一絕㗎啦，始終係2隻高級數嘅1-3兩隻翻嚟。盧蘇真係大把喺手啊，左緣都仲可以咁樣贏，有冇搞錯？犀利啊！即係1級馬，即係1級馬呢啲。再睇下2隻1級馬點樣較量啦，結果近能終點前擒下昆爾嘅普世